现代人的生活是真无闲，厝内工课外包的需求即嘛是愈来愈大。包括倒粪扫、摒厝内、陪囡仔、顾时大，甚至是牵狗仔散步等等。根据做山工平台统计，民众愿意一个月开3000块，请人来斗做遮的厝内工课。 关大凯弟仔来到住户的门口口，翕相回报了后，三人下手就甲一包一包的粪扫包好提走。这是卢先生主要的工课内容。一个月以来，收入会当超过真济正一个工课。量不一样，所以收那个价格也会不同。那平均来说的话，一户大概在50块上下。我一天大概可以跑40到50户左右，对。所以我自己目前的收入大概在抓低标3万5。 那可能高一点，说4万5、5万都有机会。那家人倒粪扫，根据做山工平台统计调查，台湾家庭家事外包的需求渐渐提升，服务也真多元，包含摒厝内、饲大囡仔的陪伴，甚至牵狗仔散步、倒粪扫等等，生活大细项代志全面外包化。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时间比较难配合了，有些人可能上班族比较晚下班，那他其实回家之后他就来不及追垃圾车。那也有些人是可能家里面小孩刚出生，所以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小朋友。那也有些是帮长辈订的，可能。 做山工平台也分析讲，有62.9%受访者捌考虑或者是用过家事外包的服务，也未来1年以内考虑或者是按算使用的民众是有比上遮济，每个月实际或者是愿意开平均有3065块，这已经真做稳定支出的项目之一。其中45到54岁族群有稳定的收入，阁有好好安排家事意识，每个月平均开5900块遮济，是上有消费力的外包主要族群。 然后整个台湾市场，我们目前看到一些第三方数字，大概每年大概有100亿元的规模。那预计大概未来10年内可能到200-300亿以上的规模。现代人工作无闲，唔拿摒厝内，当然情绪性的照顾，拢会当提供随人客调整的服务。家事的外包长咧行，那提供更较侪工作机会，工时也有春秋，对中高龄就业真有利，替人做家事，真做真大的商机。高雄新闻采访报道。